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初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中度风台海葵的暴风科已经伫今仔早起5点扫到咱东部，陆地警戒范围正大，包含着东半部甲新竹以南的地区，阁有偏乌。有个风台中心伫咧下晡就会对台东登陆，咱赶紧来听气象局详细的说明。大家早安！气象局持续针对海葵台风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随着台风接近，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的风雨将首先的增强。根据今天早上8点的气象资料，台风已经来到了台东东方大概16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约是180公里，因此花莲跟台东部分的地区已经笼罩在台风的暴风圈底下。台风的结构其实是相当的扎实的，中心眼也相当的清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它持续的朝西北西方向移动，而按照这样子的路径，假如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台风中心最强的对流大概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接触到台东以及花莲附近的陆地。那我们也不排除，大概在今天的下午到傍晚之间，中心有可能会在台东登陆。这一段时间风雨会是最大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降雨是以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是最为明显的。而随着台风持续的靠近到了今天下午，这样子的雨势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预期在今天在花莲、台东以及宜兰的山区、屏东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我们甚至不排除花莲的山区今天可能会有超大豪雨发生。而另外，在临近东半部地区的山区，今天可能也会有豪雨或者是大雨的状况出现。从风力的趋势图上面，黄色跟橙色的地方是比较容易有强风出现的位置可以看到，今天风力比较大的地方，在早上主要是集中在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北部的沿海这些地方。那稍早我们在兰屿已经侦测到了11级的阵风。花莲跟成功也分别都有8级的阵风出现了。我们预计在今天早上，在这些地方风力呢则会持续的增强。到了风台海葵的暴风科已经扫到咱东部，今仔早起到中昼、东半部甲外岛地区风雨会愈来愈大。有个到下晡，风台中心登陆，东部、南部的风雨会变愈大，请观众朋友得要特别注意。中度风台海葵继续向西刷震动，离台湾愈来愈近。伫今透早5点，暴风圈已经吸到本岛陆地，警戒区包含东半部地区甲新竹以南各县市。气象局昨半暝也将偏乌纳入警戒范围。按算今日下晡，风台中心会吸到陆地，到透早5点，宜兰县大东乡一天的连续雨量已经有75毫米，南势有65毫米。在东半部的山区将会来到大豪雨的等级，而在花东地区、高屏山区会来到豪雨的等级。此外，宜兰、新北、高屏地区以及其他比较临近东半部的山区，可能也有大雨的等级降雨出现。我们要特别提醒东半部的朋友，严加防范接下来强降雨所带来的影响。专家分析，海葵风台对大气压带刷震动路线有望有变数。历史上找无一个同款路线的风台，要特别注意风台登陆，穿过台湾出海了后，可能滞留，影响台湾时间会悠长。气象局也提醒，今日早起到中昼这段时间，北部、东半部甲离岛风力会大大增强。而到了下午，随着台风的中心更为接近我们台湾的陆地，预计各地的风力会明显的增强，尤其在东南部以及兰屿绿岛要慎防非常强的风力的影响。今日这个来线海运14条航线全部停驶，包含台东安环、绿岛船班到初五全部取消，淡水船班今日也停航，总共151航次受影响。在航空方面，国内线各航班全部停飞，七三中到12点进前。东部干线花莲台东之间南回线全部停驶，高铁是全线正常营运。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海葵开始扫到咱东部，花莲山区有4000多人有风险撤离，台东嘛是有风险封路。另外，台东县府阁特别发布公告，讲民众若是阁去受管制海边啊等等危险的所在，上当要罚25万。海葵风台豆豆接近台湾，台东往返南势甲绿岛的客轮全部停驶。富港渔港沿看到真侪渔船啊入港避风。这风台安尼继续来，真正这渔民
是个保护好啊，无咱的生产工具这财产呢。台东县太麻里乡大九线398.6公里到400.5公里，也就是金轮大桥南边到稻寮火车头，甲富山桥路南路段，因为大水河造成石头连落危险。有警性路南车道道路封起来，调拨上八列车车道，予路南车来通过。花莲的海洋公园同款，因为风台进行风台措施，听部分的摩天轮车厢。在上半部的6节车厢再做拆除，然后做一些间隔，那降低设备的损坏的可能性。我们目前预估这一周因为台风的关系，减少的客人可能约莫在6到7成左右。花莲县政府8日下晡启动土石楼甲大规模防立保全户有风性撤离，警方国军甲公所合作，按算协助4400多人撤离。天气还蛮好，但是我要等那个司机回来弄好，我关一关。明天礼拜日放假嘛，我就会去我儿子那边的。这次直扑花东后，我想可能风雨会非常的大后，那我们这个部分会强制的来，因为这个是攸关人命。即马多是金站回归，不少游客拢会去赤库山甲60石山赏花，警方也去劝导，下晡5点过后强制予游客落山，以免暗时风雨变大了后有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海葵可能正做4冬来头一摆扫入来台湾的风台，垦丁国家公园总得甲山坡拢总封起来，小琉球的船帮嘛拢停驶。若高雄嘛有启动山区的有风性撤离。市府嘛强调，民众若搁去山顶海边佚佗，因着要直接开罚单。沙坡由防守线国家告示牌提起，风台警报期间沙坡封闭。垦丁国家公园应用海葵海上风台警报已经发布8日早起8点半了后，封闭合来各沙坡，龙溪甲南金山也同时关起来。8日下昼，小琉球海洋渐渐增强，游客也真少，因为连续2礼拜拢有风台报道，不少游客取消行程。有水上活动业者就讲，已经连续7天无带游客。真的是对我们影响蛮大的啦，而且这个天气也会造成西南气流，会让岛上很多水上活动都没办法正常营运。水上活动停止，航班也互打乱。屏东来回小琉球的航班，进前因为苏拉风台停航，才伫8日正常行驶1天，佮拄到海葵风台，网络风向伤大有危险。礼拜2后礼拜1佮停航2天，等于是1礼拜内停航2摆，退票率也达到7成。明后2天台风影响比较大，所以明后2天是停航，所以退票率大概占7成左右。高雄也伫暴风圈内，市府有告风台期间，高雄的总雨量恐惊达到700毫米，趁天气好加派电力。青沟啊，也针对山区土石流警戒区域有风性撤离，有新的训练人管架定居民。从500毫米会增加到700毫米所以相关的在山区的这个土石流的警戒区域呢，那我们已经开始采取预防性的撤离。但今麦指出，海葵对高雄影响恐惊比前几个风台严重，市府也宣布，若是风台警报发布，民众也有入山、参到海边禁止停留的区域耍水的现象，都会直接开罚。那风台价是会以8日暗上新的气象预报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有特要阻挡食酒赛车陆续公开酒驾累犯的名声甲相片，结果伫湘北酒驾累犯电道阁增加，有人逢掠到食酒赛车6摆，拢无咧惊。伫高雄嘛有掠到酒驾7摆，可能是全台湾公布累犯上侪摆纪录。过来是《自由时报》，教育部上新的统计，国内博士生平均的年岁10冬来提悬2岁半。伫咧111学年度已经要到40岁啊，表示食较老、学较老是愈来愈普遍。落尾是联合报，今年高雄的城中城大火死伤真惨重，营建署就要求各县市今年开始8楼管至15楼管的公寓爱3冬办一摆公安检查的申报。不过各县市的实施细节，包含铁门、道行路线等等的规定标准拢无同，引发民众不满。再来看热人到秋天是虎头蜂活动生团季节。伫咧南投德山的水龙水长园区，昨有21个游客去互虎头蜂叮到，好佳在送去病院治疗，敢若一个人有过敏的反应，不过全部拢平安无代志。
头壳绑好势了后，佮用速度固定，互虎头帮重要民众送医了后接受治疗。好在在大部分状况拢稳定。这嘛定着，这嘛定着，啊，这嘛小可，小可无顾啦，啊，就较严重顾安啦。来自南部的员工旅游团去南投德山省伫水龙水长园区，互虎头帮攻击。南投县消防局协部赶到现场协助，将19个受伤的人送医。另外，还佫有2个人是家己就医，其中1个人有头型的过敏反应，慢留院观察。是呈现局部的过敏反应啊，那患者的生命征象都稳定，那我们就给予抗组织胺跟类固醇这个注射。受伤游客讲，欣赏水墙了后，突然发现身边有虎头蜂光机闪，也毋过游玩有团员防定伤。南投县政府表示，园方逐工拢有例行巡检，进前无发现有蜂收，会要求园区到现场满毒，佮暂时休园管制。那现在的话是虎头蜂最多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在这边也特别要呼吁游客上山踏青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消防局呼吁，大天到秋天是虎头蜂出入的季节，民众就算爱避免喷芳水，也莫穿伤过衫。若发现孙猴蜂伫附近咧踅，会当先停止莫叮当，佮慢慢退回原路，降低防攻击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狗日的疫情，昨双北佮增加3例本土的天狗日，拢有去过台南。目前双北已经有13个病例啊。即间天狗日的疫情真严重。台南是摒势咧消毒，不过所有防疫人员要出药啊，去互厝主业机啊，要甲扑，好甲在警方赶到场来压制。警消人员甲这10个人铐起来，并且送上烫家，由救护车送往病院强制就医。因为初一下晡3点外，台南市防疫人员正伫执行室内喷药啊，防治天狗日时，这厝主雄雄提起啊，要来害这个防疫人员。警方接报了后，加派人力才给制服。那他妈妈进去跟他说明之后，他可能就情绪又不稳了，对，然后就拿着就是武器要出来攻击我们。严格的谴责暴力行为哈，那我们还是呼吁除了乡亲配合以外，我们相关的防疫工作人员以安全为第一优先。执行完清除才得进行，因为本土天狗日疫情是继续一直清关，唔那局限伫南部也拖到北部来。台北市初二新增加1个本土天狗日的病例，个案是60多岁男性，北去台南。新北市又新增加2例天狗日病例，2人也北去台南旅游。卫生局已经到个案徛过社区大户内，详细喷药啊，也有消毒这帮糖。请民众务必要配合政府的防治措施，如果有拒绝喷药者，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处以新台币6万到30万罚款。即阵新北市本土天狗日总计已经有7例，台北市有6例。卫生局呼吁各级学校陆续开学，教职员甲学生若是有发烧、头壳痛、目孔痛，抑个出毛这症状时，一定要赶紧互医生看。医疗院所也提高警觉，适时使用天狗日快速检查剂来辅助诊断，方便卫生单位采取有效防治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新加坡12天来头一摆投票选总统，结果是唯一一个少数族群，也就是印度的政府总理尚达曼以70%的得票率当选，赢甲真水开。新加坡的大阪流浪市场甲美食中心，初暗时100几名尚达曼的支持者，真侪人摕伊的竞选票纸，甲代表好运甲热烈的往来。暗时10点，选举局公布中央计票结果，尚达曼得到70%破纪录的得票率，消息解选，支持者大家拢真欢喜。10点30分，尚达曼甲伊有日本甲华人血统的家后真伊藤木出现伫美食中心，现场随即响起热烈的呼声，也佫有一个欢呼声，大家拢真欢喜。I pledge, and it will be my duty, to use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resident to advance this future of optimism and solidarity among Singaporeans. 新加坡对1993年推行总统民选制度到即阵只有2摆投票选出总统，其他3届拢有唯一一位合格候选人直接当选。这摆是对2011年以来头一摆进行总统选举投票。3位候选人内底，印度的尚达曼是为少数族裔背景，其他2位竞争对手。新加坡保险合作社集中银行前总裁陈钦亮，也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投资官黄国雄拢是欢喜。也毋过因2个人的得票率只有14%，也有16%。
连续执政人民行动党今年66岁尚达曼，原本是国际间真受到尊敬的金融专家，捌出任 IMFC 国际货币加金融委员会主席，多摆互国际财经媒体选为年度风云的人物。2001年投入政坛，做过教育部长、财政部长、副总理、国务资政。伊温文优雅，讲话适当，真有聪明才智。一直以来拢是新加坡上受到欢迎的政治领袖之一。总统一职伫新加坡是代表性的国家元首，无实权，甚至对公共事务也无多发布谈话。真侪新加坡人原本希望尚达曼诚侪掌握实权的总理。过去的民调显示，尚达曼是李显龙落台了后的第一继任人选。过去几落摆选举，尚达曼选区开出的票数也只是小可输李显龙。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电影《哈利波特》是世界出名。英国伦敦的国王12车头，伫咧9月开学的时，卖比较剧情显示前往霍格华兹的列车，伫咧第9个3/4月台出发，吸引几百个民众去到场。The Hogwarts Express is now departing from platform 9 3/4. 女作家这起罗琳的小说《哈利波特》创作出来9月7日魔法学校等于学校日子，这阵已经正做英国新学年开始进行。伦敦国王12车站的年度盛会，就连月台大厅的列车是刻表拢会真配合来出现霍格华兹特快车，在点准时出发的资讯。知影也未一个看就知，若是唔知影的人，真正假假戏当真，那安尼就真实太歹看咯。Wow, that was incredible. We've just literally reached the moment where the Hogwarts Express leaves King's Cross. It's huge, it's amazing. It's where magic and literature meets real life. It's brilliant. 即天拄到铁路路工，为着争取更加好的薪水福利进行大罢工，袂少路线列车拢被取消。英国国王12车站也是集合几百名，规身躯全套的魔法制服打扮齐全，始终的哈利波特影迷。活动的现场，这10人对女朋友归来求婚，也引起观众热烈的欢呼。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当来关心国内风台要来啊，未少民众赶紧去买菜。不过中原打过拄啊开市，而且大家烧钱要买菜。即马白菜、柑仔蜜、大冬啊，拢总起价，高丽菜一斤超过90块，民众拢感觉实在买袂落。传统的菜市啊，早起就真侪人来买菜，因为初二拜六是中元节过了后，传统市场开市头一天，加上风台对要来的有期心理，真侪民众走来买青菜加水果。英国真高算的妈妈拢感受着讲，真侪青菜拢变较贵啊。我看我迄种青菜，啊有迄个秋葵，啊有啥物？我看伊啊，就摕拢查薏米1穗2穗，啊，佮葱啊，啊，佮啥摕讲400几。以前有时候都3包50啊，现在都2包50了。风台一直来影响部分青菜产量，继续跌入去。就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为例，初二台北市总购货量是1720吨，比休市进前小可增加。不过叶菜类进货量大幅度减少，其中高丽菜批发价起20上水，另外像是大白菜，也佮有柑仔蜜。连环球啊，这计价拢有起。我们针对菜价偏高部分，当然我们一些滚动的一些仓储目前也在每天都有释出适当的量那供市场它的需求。农业部农粮署讲，青菜后经大约需要2礼拜到1个月左右，高丽菜是要2个月，有价9月中旬过了后，菜价才较稳定。农粮署也看情况，甲仓库内底菜类提出来增加供应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8月初，卡诺风台造成南投仁爱乡水泵山交通拢断去。虽然当地赶伫咧9月开学进前，就甲道路拢拍通，毋过伫咧在区之一个亲爱国小万代分校，到当初拢是招袂到代理教师，校方招考6摆，拢无人要去报名。国小开学啊，囡仔伫咧运动场上体育课，对于无熟悉的学生，老师拢慢慢来教。另外一边的教室当咧上国语课，因为学生人数较少，师生伫咧课堂上的活动佫较侪。掌声给山下后。伫咧南投县仁爱乡的亲爱国小万大分校，原本连外道路到83线，8月初因为受到卡努风台影响未通，开学进前好不容易抢通，互老师学生会使顺利到学校。不过即马却阁拄到新的问题，因为有2个老师顶个学期结束了后离职。校方到即马还阁找无代理老师。
我们设定6招，结果这6招呢都没有人来报名，也可能是因为中间是因为交通上的关系啦，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受灾的地区。那29号没有人来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又马上又公告。目前除了校方继续招考，当地部落的居民嘛透过网络社群协助分享招考的信息。南投县府教育处卖专力来协助。学校的部分会先用我们正式的老师来以这个抄终点的方式来协助，那甚至我们也会再用终点教室的方式来协助我们的学校。教育处表示，目前县内有2间国小，总共欠3名代理老师，不过因为亲爱国小属于极度偏远的学校，招考的困难度较悬。县府会协助较紧找到老师，袂影响学生的受教权。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台南连续5档举办台语月的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台语当着时。有办市啊音乐会甲戏剧来看，今年佮结合金甘蔗影展有电影的放送，希望大家会当伫咧母语的环境自然开喙讲台语。当带囡仔用轻松趣味的方式唱儿舞歌，台南台语月今年举办第5档，邀请20个单位来摆搭，因除了用台文做牌仔，小解单位的特色，嘛甲民众认捌台语语报。另外，人客来买物件，因嘛拢专程用母语，就是要互民众哪识字啊，哪学习。用甲囡仔讲台语，嘿，虽然讲甲无啥练转啦，但是都是尽量讲。台语是有文字的，台语文字会当用足轻松的方式，会当用唱歌的方式，就会当甲唱出来。我想要甲这个语言遮水的文化拖落去。保安局指出，台南台语月是全国头一个以语言文化的基本活动，今年以台语当着是做主题，结合音乐、戏剧、电影这的事件元素来推广台语文化，似乎打造真正式的母语环境，主要要互不同年龄层的人开嘴讲母语，感受语言基本的比例。透过这个主题，能够吸引更多的咱这少年人，能够一起讲台语，然后参加这些活动。文化局表示，年纪愈低，台语使用的比例有产生短暂，连续3礼拜办台语活动，马上金甘蔗影展结合。伫全面戏院拢总有超过50场的舞台演出，甲电影播送，因毋望会使恢复大家讲台语、给噗噗的气氛，甲祖先留落来语言，世世代代流传落去。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县公共图书馆举办推广阅读的活动，鼓励父母陪囡仔做回来读册，增加互动，嘛希望互囡仔会当自细汉就培养阅读的习惯。小矮人。电锯人，囡仔对着音乐参老师跳悬跳街，现场阁有真侪适合囡仔读的红仔册。来到图书馆，买当看到不少家长陪囡仔做伙来看册。小朋友从小开始看书，就是他自己也会很喜欢去拿书过来给我念给他听，音乐啦、故事啦，或者是自己来讲给他听，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他脑力的激发还蛮有用的。爸妈会念故事给你听吗？会。你喜欢跟爸妈一起听故事吗？喜欢。文化局指出，2岁到5岁之间的囡仔是上重要的启蒙时期，若是父母会当陪囡仔做伙阅读。互囡仔自细汉就感受到看册优点，对囡仔未来发展也有真大的帮助。那阅读呢，可以丰富他们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还是他们的心灵陪伴着他们一起逐步的成长，也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亲子阅读。另外，主办单位讲，只要是新竹县民，而且厝内有106年以后出世的幼囡仔，伫县内图书馆完成借满3本册，阁有好礼会使领。希望透过活动，让囡仔培养好的阅读习惯。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